哎，大爷，喂，大仙，来，怎么着？哇，你又生了吗？生了。热去身上专业带上摩托车。好，先这个尾样。好，快。有咱们了没有？着了，快走。Aldırma ye.大爷，来躺这里有鱼。好。下雨了，你看。那是鱼！来，现在这个。大爷，走了，回家吃。爷爷，我们来了！下雨了吗，孩子？着了，你看爷爷打不打？可以，去做饭吧，孩子。好，还有这个处理一下。但是摩托车上坐了3、4个小时，腰酸疼了。来，大爷，坐这个歇一会儿。哇，啥东西这个？这是米给的护腰坐姿仪，它采用 S 型人体工设设置，往上一坐，刚好把腰撑起来。上有以上大手牢牢托住了你的腰。哇，真挺舒服。你别看它小的，支撑力特别好，放哪都能用。这个嘛，给你下次去哪里干活都可以带着的。哇，谢谢大师，这个我太喜欢了。好。我去。熟了，再吃嘛。来，爷爷尝一尝我们抓的鱼。啊，你好。
这个鱼的味道可以，待会我们下次再去抓鱼吧。好。爷爷，你放心吃嘛，没有小刺，都去掉了。好。这山香鱼太好喝了，还有没有？过年还有你来点喝。来，大爷叫一个。玩什么？一个鸡。好，你来。明天吃家大虾呢。玩什么，爷爷？